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Oh no， 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呢首歌相信大家都會好熟悉啦，因為喺過去嘅20幾年裏邊，無論我哋遇到幾多個困難、幾多個挑戰，一聽到呢首歌咧，就會令我哋諗翻起我哋嘅初衷，我哋對夢想嘅堅持。嗱，大家唔好誤會啊，我唔係諗住喺度咧同大家唱歌同埋分享音樂，而係想介紹一位擁有非常之偉大成就嘅音樂人。嗱，佢唔單止對我有非常之深遠嘅影響，而且影響咗無數熱愛音樂嘅年輕人，成為咗華人搖滾樂壇嘅一位精神領袖。嗱，我講緊嘅就係香港殿堂搖滾樂隊 Beyond 裏邊嘅靈魂人物黃家駒。誰沒有車廂，實踐非玩笑，有意念漸成熟了，你需要真正出手了。Hi， 大家好，歡迎你收睇我嘅頻道，我係 Dreamlizer Felix Poon。嗱，喺華人嘅樂壇裏邊，我相信大家對黃家駒呢個名字咧一啲都唔會陌生。即使佢已經離開咗我哋20幾年啦，嗱，佢嘅音樂同埋佢對理想嘅堅持咧，一直都冇離開過我哋。嗱，我今日咧唔係想同大家分享咧家駒有啲咩經歷啊，有啲咩成就，有啲咩故事，因為我相信咧呢啲喺網絡上面咧大家都可以搜尋得到。而我今日想分享嘅就係家駒嘅經歷裏邊，究竟俾到我哋一啲咩啟發？嗱，無論佢係點樣對待佢熱愛嘅音樂啦，或者佢面對挑戰、面對困難嘅時候，佢哋係點樣處理嘅咧？究竟佢有啲咩信念可以將佢嘅歌曲影響到全世界，喺唔同嘅地方都係聽到佢哋嘅音樂咧？嗱，各位朋友，嗱，你哋係點樣對待咧？你哋自己熱愛嘅事情嘅咧？無論係你想創業又好，或者你想成為一個藝術家，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啦？嗱，喺我細個時候，因為參與一次童軍嘅活動啦，有機會參與到1991年 Beyond 喺紅磡體育館開嘅演唱會。嗱，當時我咧雖然年紀好細啊，但係每一晚咧要企喺一個萬幾人觀眾嘅舞台上面咧，感受到嗰份震撼力咧係難以形容啊！而最重要嘅係，我見到家駒同埋 Beyond 樂隊佢哋每一個人喺佢哋唱歌啦、表演嘅時候啦，都係完全盡情投入，非常之忘我咁去演出嘅。而呢個喺舞台上面嘅感覺係俾咗我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喺呢20幾年裏邊啦，每一次當我遇到一啲挫敗、遇到啲困難嘅時候咧，我就會諗起當初家駒全程投入去演出，非常之熱愛佢嘅音樂呢份態度，一直都係鼓勵住我。無論我遇到幾多個困難、幾多嘅挫敗，雖然好可惜啦，喺演唱會之後嘅2年，家駒因為喺日本發展嘅時候，因為一個意外離開咗我哋。嗱，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想成功嘅話，第一樣嘢，你一定要揾到一樣嘢。當你做緊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可唔可以喺你身上咧睇到你好投入、好忘我嘅咧？如果你冇得去做呢樣嘢咧，你就好似會死嘅，你直情係生存唔到啊！第二個問題，當你哋去實踐緊你哋自己目標嘅時候，如果遇到人批評、遇到人比較，或者佢根本上都唔支持你啊，覺得你都可能係冇乜料到啊，或者算啦，你都係放棄啦，你都冇呢方面嘅天分㗎啦，你會有咩感受？有咩想法？你會選擇放棄，定係你會選擇去質疑自己咧？我想你哋知道啦，家駒喺佢哋啱啱組成 Beyond 嘅時候啦，其實佢哋嘅歌曲咧冇乜人認識，甚至乎佢哋嘅家人亦都唔識得欣賞佢哋嘅歌曲嘅，覺得佢哋嘅歌好嘈啦。但係當時家駒選擇咗咩態度啦？佢唔單止冇放棄，佢哋繼續去夾 band，繼續去創作佢哋歌曲，係佢哋更加有大志，更加有志氣咁話俾人聽，用實力證明俾人睇，我哋係可以嘅。之後咧，佢哋將自己嘅音樂啦錄成錄音帶，去揾一啲唱片鋪咧嚟到寄賣，希望咧更加多人認識佢哋嘅歌曲。喺當時嘅樂壇啦，有好多嘅偶像派啊，要紅啊，等公司捧啦，等人簽啦。但係喺好多人等緊機會嘅時候，佢哋選擇去主動揾機會。唔單止係咁，佢仲願意挑戰更大嘅難度。嗱，就係自資去開 Beyond 嘅第一個音樂會，自己設計 poster 啦，自己去宣傳啦，一手一腳去做嘅。佢哋想證明俾人睇嘅，唔係佢哋有幾叻嘅，係佢想話俾人聽，每一個人有佢嘅能力實踐佢自己想做到嘅目標，或者係實踐佢自己嘅夢想嘅。
嗱，結果咧佢哋不停咁願意去挑戰佢哋自己啦，佢哋終於去開咗佢哋第一個紅館演唱會，而且之後去到馬來西亞啦、日本啦，繼續去發展佢哋嘅音樂，令到更加多人認識佢哋嘅歌曲。嗱，過去喺我自己實踐自己嘅音樂路上邊，都有試過好多唔同嘅演出，亦都有試過失準嘅時候，我冇選擇放棄，而且我選擇喺家駒身上去學習，我係有能力去實踐我自己想達成嘅夢想嘅，所以喺之後我就去自資推出自己第一張唱片啦，亦都開咗我自己嘅個人音樂會。我從來都冇對我自己熱愛音樂或者係想透過音樂發表我自己信息呢樣嘢放棄過。我知道唯一可以成功嘅方法就係不斷堅持、不斷挑戰自己。而最後一個原因係令到家駒可以帶領住 Beyond，去令到全世界嘅人都會聽佢哋嘅歌，追隨住佢哋嘅精神去實踐夢想咧，就係佢哋所創作嘅歌曲並唔係為咗名同埋利，相反佢哋係為咗想表達呢個世界其實係擁有自由呢樣嘢嘅，每個人都有自由去表達佢想講嘅説話。嗱，當時咧 Beyond 樂隊嘅知名度咧已經非常之高，但係佢哋冇因為咁樣咧而去忘記咗咧佢哋做音樂嘅初衷。佢哋就係明白到，當佢哋自己感染力越嚟越大，越多人認識嘅時候，佢哋更加想發揮自己嘅影響力，令到更加多人去關注。其實呢個世界咧，有好多人咧係需要我哋幫助嘅。嗱，譬如話喺佢嘅歌曲《阿瑪尼》裏邊啦，佢哋咧仲特登去到非洲嗰度咧，去探望一啲咧可能咧每日受住飢餓啦，每日都未必食得溫飽啦，未必有書讀啦，去探望一啲非洲嘅兒童。所以大家要記住，呢個世界有好多人，唔好講話實踐夢想，唔好講話想達成目標，連基本嘅生存嘅能力都未必有。所以喺我哋成就自己嘅同時，如果我哋淨係為咗自己嘅話咧，你嘅成功一定會好短暫。各位朋友，喺世界上咧有數唔盡咁多嘅成功人士，佢哋有好多嘅影片、好多嘅書籍可以分享俾你哋。而家駒係喺我哋認識當中嘅其中一位非常之有感染力、非常之有想法、有立場嘅一位領袖。但係最重要，如果我哋要成功嘅話，唔係我哋知道有幾多資訊，我哋睇幾多嘢。唔通我睇多幾本書我就會識游水，睇多幾段影片我就識踩單車咩？而係我哋夠唔夠膽去嘗試，唔驚失敗，唔會介意人哋批評，因為咁樣嘅過程裏邊，你先有機會學習，知道你有啲咩長處，或者知道你自己有啲咩潛能。最後咧，好想送一句家駒留低俾我哋嘅説話俾大家：生命不在乎得到什麼，只在乎做過什麼。人生短短幾十年，每個人都會有機會離開呢個世界嘅。但喺我哋離開之後，我哋可以留低啲乜嘢去影響其他人，有更多嘅啟發，呢個先可以令到我哋嘅人生裏邊可以活得更加有意義、更加精彩。嗱，如果你喜歡我今日嘅影片咧，記得俾個讚好我。呢個咧絕對係我嘅動力咧，去揾更加多嘅題材，拍攝更加多嘅影片。我哋下一條分享影片再見啦，拜拜。我知道需要出手了，擔心情況更不妙。若鎮定鎮得夠了，大概6歲都知道慢了。